黃英年垃圾論可恥，黃英年垃圾論可恥，黃英年擦鞋擦出面。5名民主黨成員由金鐘出發，遊行至新政府總部，抗議警方喺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打壓市民請願權利，踐踏大學自由傳統，影響記者自由採訪。佢哋將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嘅肖像紙張撕爛，不滿唐英年以垃圾論去回應對警方違反言論及新聞自由嘅批評，要求立即撤回垃圾論並向市民公開道歉。喺個採訪過程裏邊，有市民有唔同嘅聲音同意見嘅話，都要好強力咁樣咧，係將佢拎走。咁呢一個其實係同香港社會一國兩制之下一路我哋好重視嘅言論自由、意見表達自由嘅處理咧，其實係唔同嘅嚇。咁呢一個我除咗係覺得係擦鞋之外咧，或者係想將特區政府嘅一啲處理唔同意見嘅安排係同國內嘅睇齊之外，我睇唔到其他嘅即係理由可以係反映到呢一點咯。民主黨亦都促請行政長官曾蔭權需要確保市民嘅公民權唔受到侵犯，並提醒官員出席公開場合嘅時候言行要三思。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思敏報道。